又食技術犯規，Luka Doncic 要俾人停賽啦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歡迎嚟到 NBA Talk。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對戰籃網嘅比賽上面，湖人嘅 Luka Doncic 再度犯下技術犯規，已經係本季嘅第16個啦，意味住佢需要喺接下來嘅比賽自動停賽一場。其實本身 Luka 都有16個技犯噶啦，但係喺對戰魔術嘅比賽上高犯下嘅 T foul 就因為上訴得直而取消咗。Luka 偏向同球證理論嘅風格呢，始終都係阻唔到佢要食第16個技犯。今季另一位因為16個技犯而自動停賽一場嘅，仲有太陽嘅 Dillon Brooks，佢已經係連續2季都要接受同樣嘅處分噶啦。其實自動停賽一場後又點計嘅呢？就係每再多犯2個技犯就要停賽一場。好消息就係去到季後賽一筆勾銷，重新計過。但到時呢，就唔係16個咁寬容噶啦，滿咗7個技犯就要停賽一場。我就覺得 Luka 需要面對自己女兒嘅撫養權啦，種種嘅個人問題下，依然能夠喺賽場上高發揮高水準，已經係能人所不能噶啦。佢老 best Jokic 咧，今季面對住球證咧，脾氣就改善咗嘅，唔知可唔可以近朱者赤啦？留言話我知你覺得今季嘅技術犯規吹成點？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